相信大家都知道白熊、竹啤人同埋切伊卡哇係出自同一位作者納加諾老師嘅手筆，但係大家又知唔知竹啤人同埋切伊卡哇係咩關係呢？係爸爸、舅父、前身？其實全部都唔係呀。今集咧會分析切伊卡哇同埋竹啤人兩個世界係咪有關聯，同埋公開一啲網上面好難揾到、極罕有嘅切伊卡哇同竹啤人角色同框嘅漫畫啊！開始之前記得訂閱、留言同埋 like 支持呢個 channel 啊！首先就簡單介紹下竹啤人先啦。佢係2014年嘅8月1號誕生，最初係以 Line Sticker 嘅方式開始廣泛流傳，之後慢慢咧作者喺網上面都有連載漫畫同埋出版漫畫書，講述納加諾自己嘅美食旅程。白熊都係俾納加諾老師用嚟代表自己嘅角色嚟㗎。納加諾嘅官方簡介個頭像都係一隻白熊嚟㗎。所以白熊係咪就係作者自己呢？其實喺納加諾展嘅展板有提及過，原來白熊係有多條世界線，包括 Line 貼圖嘅白熊啦，仲有唔同漫畫書入面嘅白熊。根據咁樣嘅資料推斷呢，白熊可能除咗代表作者自己，都存在喺好多唔同嘅世界線入面，感覺就好似唔同平行時空入面嘅白熊咁啊！代表作者自己嘅白熊咧，經常喺現實世界出現。切伊卡哇商品或者聯動嘅時候咧，佢就會將自身嘅經歷畫出嚟啦。例如咧，切伊卡哇同麵包店合作嘅麵包，代表作者嘅白熊就會買嚟做早餐。稍為說明一下，麵包就係小白整嘅 pasta 嘅味。佢仲去咗切伊卡哇餐廳食咗狼拉麵同埋慢慢溶咗嘅小白特飲啊！最近期嗰次咧，仲帶咗切伊卡哇同埋羚羊公仔去影除草證，完全係將自己嘅經歷同埋感想同而家嘅聯動，以漫畫形式呈現咗出嚟呀。除咗代表作者自己嘅嗰隻白熊係作者同自己筆下角色咁嘅關係之外咧，其他白熊同切伊卡哇又有咩關係咧？其實白熊同埋切伊卡哇嘅角色喺漫畫入面係好少同框㗎。而且佢哋嘅世界都好似有啲唔同，白熊身處嘅世界好似更加現代化，有便利店等等，亦都更加獵奇同埋暗黑，有好多明顯係奸角嘅角色會輪流虐待白熊同埋啲可樂餅㗎。切伊卡哇嘅世界咧就係感覺比較落後同埋簡樸少少，連網吧都係殘殘舊舊咁樣，同埋每日要搶木牌接任務呢個打工方式咧都好唔現代。由此可見咧，佢哋應該係身處兩個唔同嘅世界或者時空嘅。不過佢哋偶爾都會有同框嘅時候㗎。例如咧，烏沙基啱啱登場嘅時候，就係喺白熊嘅世界出現。白熊宣傳老師嘅《蘑菇蘑菇邊走邊吃》呢本漫畫書嘅時候，野生嘅烏沙基突然出現，表現得極度亢奮，嚇親白熊，仲要即刻轉身走添啊！之後有一次受花粉症困擾嘅白熊出去掉垃圾。烏沙基又再出現，仲 set 咗個臨時放口罩嘅 counter， 謀取暴利嘅價格咧，激嬲咗白熊，仲要一嘢將烏沙基掉咗出去。仲有一個小短片，就係烏沙基用海參嚇喊咗切伊卡哇嘅時候，俾白熊見到，於是就搶走咗條海參，解救咗切伊卡哇，轉身就走啦。有少少似栗子饅頭為咗救切伊卡哇打咗兔哥個頭一下咁樣啊！不過喺今次之後咧，基本上白熊就好少再有直接同切伊卡哇角色同框嘅劇情漫畫啦，基本上都係一啲插圖或者有廣告商品化嘅情況之下先會一齊出現。點解感覺好似係集團旗下唔同公司嘅同事咁樣嘅咧？得閒會有啲合作關係，但係就唔多嘅。白熊同埋切伊卡哇嘅關係係咪就只係咁咧？經過一番考察，發現有一個可能性係白熊同埋切伊卡哇嘅世界有時係可以互通㗎。首先係一隻攻擊風獅嘅紫色怪物，都曾經出現過喺白熊嘅世界，攻擊可樂餅嘅時候就俾大型犬制止咗。仲有就係切伊卡哇好大力先可以打得開嘅呢個汽水糖，原來馬來熊都有經過同樣嘅地方，同切伊卡哇做埋同一 set 嘅動作啊！同埋有一次同雜誌嘅合作入面，切伊卡哇主角三人遇見咗買比較快羚羊，呢個都係白熊世界入面好經典嘅一個角色嚟㗎。仲有一集係漫畫書入面先收錄咗嘅漫畫，係講述咗切伊卡哇同埋小白遇見咗被怪物襲擊嘅可樂餅，解救咗佢之後咧就被封為英雄。之後兔哥突然出現，同時都被封為英雄喎。一問之下先發現原來兔哥咧疑似攞咗頭先怪物個鼻落嚟啊！
嚇到拎住個鼻嘅黐仔即刻喊咗出嚟啊！喺呢啲劇情漫畫入面，白熊都冇同似卡哇嘅角色直接互動，反而係其他白熊世界嘅角色會偶爾撞到似卡哇佢哋。由呢啲漫畫可以睇得出咧，雖然機會好微啊，但係有時咧似卡哇佢哋咧都係會遇見一啲喺白熊世界嘅角色，所以兩個世界咧可能會有啲類似通道嘅存在。仲有一個推測就係嚟自白熊呢個漫畫，佢突然之間俾啲奇怪嘅橡果擄走，去咗個山窿度。咁期間咧帶咗入一個湖啦，又經過咗一啲有鰻魚守衛啊，類似鬼門關咁嘅嘢。有冇印象白熊去咗呢個山窿，同兔哥帶似卡哇同小白去嘅地方好似咧？完整故事就係有一次似卡哇同埋小白諗起啊，一直都唔知兔哥住邊，所以想跟蹤佢過去睇下，結果就穿咗煲啦。咁兩隻就即刻道歉。但係兔哥完全冇嬲，仲幫佢哋戴咗頂橡果帽，帶佢哋去咗個山窿，裏面有好多戴咗同款帽嘅小可愛咧，等緊 DJ 兔表演啊！原來呢個地方就好似一個地下 idol 嘅表演場所咁，並唔係兔哥嘅屋企嚟㗎。所以回歸正題咧，白熊嘅世界同似卡哇嘅世界應該係有啲好隱密嘅通道，有時係會互通，但係大部分時間咧，大家都係各自喺各自嘅世界度生活。世界觀同埋時代感都有啲唔一樣。總括而言，白熊同埋似卡哇嘅世界應該係唔同，但係有某種嘅聯繫，有時會遇見，但係並唔多。代表作者嘅白熊咧就係似卡哇嘅創作者啦，但漫畫入面嘅白熊咧就好似似卡哇嘅前輩咁，有種栗子饅頭嘅感覺，會特別照顧佢，同埋咧以前活沙基曳嘅時候咧都會懲罰佢㗎，主要係用暴力添啊！大家有冇其他嘅推測同埋更加多嘅發現呢？歡迎喺留言區一齊討論啦！